好，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提出着助理费除罪化的修法，是引发着跨党派基层助理的不满。助理工会发起着联署，要求撤案。到中昼为止，已经有250个人，也就是超过半数的助理来签署，讲这个礼拜五要来发起着抗议的行动。陈玉珍是来回应讲，欢迎工会来讨论，唔免透过媒体来放声。目前大概联署大约250多人左右。手提一大沓联署书，呼吁各会助理爱站出来。助理工会保卫路权，要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撤回助理费除罪化的提案。到中昼为止，有超过一半人完成联署。不过风声讲有部分的立委下禁令，甚至施压要求撤签。确实有碰到这样的情形了哈，有些委员可能基于一些某种立场，委员办公室就没有，本来有签，后来又撤签。那有些是说不签这样。去联署的一些工会干部是说，抄也都有。我无听过。我感觉助理的权利爱因争取啦。讲无清楚，不过民进党团已经定调支持工会助理任用法制化甲透明化。国民党党团毛杂因看这个提案，单包括青壮派吴喜婷、黄建豪等拢拒绝参加。要投入地方大选的郭志温嘛无签，敢会暂时延后败审。包括院长那边也会保持充分的沟通，但最后都还是由党团大会来共同决定。请他们工会来讨论哦，不必透过什么媒体放话。我的提案不是一锤定音，不是说我提案就一定会是等于是怎样。表态欢迎助理工会交流意见，不过风声陈玉珍是被迫变成主要的提案人，因为伫11月底，国民党秘书长李乾良私底下要求党团食饭的时，总调部分记者提出助理费修正草案，要求联署，更加明确指示由陈玉珍带头联署，理由是金门的选区上在会看人骂。不宜作为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，因为作为政治斗争后，就变成是会模糊这个法案的这个焦点。即卖争议愈来愈大，立法院长韩国瑜嘛受到工会陈情，强调讲任何修法拢无应该影响到助理的工作权益。民众党团嘛会提出家己的版本，是讲风声有助理讲党团有下令禁止参与。针对这点，党团的主任陈志涵是讲尊重助理个人签署的意愿。这个提案敢会安尼来打党啊，引起朝野的论战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